由台南市警察局第2分局主办的社区治安宣导，15号来到5条港里的活动中心举行。由市长黄伟哲、甲台南市反诈骗的大使谭爱珍女士，以及警察局长、分局长拢到场出席。吸引不少的长辈甲婆婆妈妈到场，现场是坐甲满满。谭女士赞不赞？然后那个啾咪小爱心，防诈谭爱珍，爱台真爱台南。市长黄伟哲表示，伫个预防犯罪顶面，虽然台南市伫个反诈骗的成绩会讲是全台上好，每个月阻止诈骗的件数上济，不过如何阻止，除了靠着警力、金融机构，上重要的就是民众家己一定要守会条。迟来的正义已经不是正义了，当然他在司法上获得正义，但是在你的损失上已经没有正义了。所以说，在第一关、第二关最重要。第一关要靠谭爱珍姐来跟大家做一个宣导和大家了解公告数。第二关靠咱家己，靠银行还是邮局的这个第一线的行员。所以咱每各位咱的治安会把咱台南市，我想讲第一名，就是讲咱动来件数件数动落来 case 拢是上济。全台湾上济，虽然咱人口180万尔，台北市250万哦，迄个新北市400万的人口哦，但是因动来件数无咱遐济，所以表示讲咱的行员、咱的邮局大家拢做用心的。第一关大家动了条不管心动不动都没有行动，安尼钱就收了。除了公部门的宣导，另外艺人谭爱珍嘛以过来人的身份，甲民众分享过去如何被诈骗的经历，嘛得到真侪民众的共鸣，因此发心这位台南市反诈骗的大使，世界来宣讲，希望透过一个传10个，10个传100个，互防止诈骗的模范生会用个全民拢共心。因为现在呢，我们所有的防诈资讯大部分都是在网络上。那么我们毕竟年纪比较大的人并不可能会盯着手机，然后一直去查询。然后在网络上的防诈资讯呢，里面还有很多是诈骗集团，他们故意混在其中，然后放一些假的讯息，然后诱导你，然后走入了另外一个被诈骗的这个状况。那所以就是我觉得。市长警察局他们这样子的安排就是直接我们去跟老朋友们直接的说，然后跟他们直接的讲会比较清楚。可是呢，因为也是人数有限台南真的这么大，每个区都要跑完，其实也不容易那么我们也就希望说，靠大家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然后台南的防诈。最起码我们要做到一个模范生，示范给其他的县市来看。其实全民同心，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。现场警察局第2分局长刘义祖嘛表示，这间的社区治安宣导，嘛是谭爱珍女士防止诈骗宣导列车的其中一站。预计未来将走访台南37个行政区，将打诈甲防诈的观念，扎进到各社区的基层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